自从2024年9月初4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咱甲歹的距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1章第40到20节。自从2024年9月初3，每日新安宫读经，生人不足，煮就动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0章第1节到21章第3节。犹太人就组织求上主帮赞，犹太逐个城拢有人出来找求上主。约沙法就伫犹太甲耶路撒冷的大会中，徛伫上主圣殿新的埕的头前，祈祷讲：上主，阮列祖的上帝，你敢毋是伫天里的上帝？你敢毋是万邦万国的主宰？伫你的手有权能，有气力，无一个会当对抗你。阮的上帝，你捌伫你子民以色列人的面前赶出这个地的子民，将这个地永远赐予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。因就住伫这个地，搁为着荣耀你的名，伫遮起圣殿，讲：若有灾祸临到阮，无论是刀剑、疾发、瘟疫、饥荒，阮要徛伫这间圣殿的头前，伫你的面前为着阮的患难求救你。你要听来解救，因为你临在伫这间殿。早前，阮的祖先出来及地的时，你不准因侵犯亚扪人、摩押人、甲以东人的土地，阮的祖先就射对别条路，无甲因消灭。现在，因来要赶逐阮离开你赏赐互阮做产业的土地，因竟然安尼回报阮。阮的上帝啊，你无要责罚因是无？阮无气力通对抗这个来攻击阮的大军队，嘛毋知着安怎做。毋过阮要仰望你。犹太众人甲因的细汉囡仔、因的某、因的囝儿，拢徛伫上主的面前。迄时，上主的神伫大会中临到亚哈色，伊是利未人亚萨的后代，马他尼的元孙，亚利的曾孙，比利亚的孙，撒加利亚的囝。伊讲：犹太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子民，甲约沙法王，着注意听，上主对恁安尼讲：毋免因为这个大军队惊吓失胆，因为战争的胜败不在伫恁，是在伫上帝。明仔载，恁着落去迎战，因对西斯山坪上来，恁会伫耶路伊勒旷野头前的山谷口拄着因。犹太甲耶路撒冷人，即便恁毋免出手交战，恁只有排阵徛地，看上主安怎解救恁，毋免惊吓，毋免失胆。明仔载出去迎战，上主会甲恁同在。约沙法额头拍伫涂骹，犹太众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嘛拍伫上主的面前敬拜上主。各哈宗族甲科拉宗族的利未人拢徛起来，用极大的声称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隔日因早早起来，出去提哥亚的旷野。出去的时，约沙法徛地讲：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子民，听我讲，恁着信上主，恁的上帝就会徛在，信伊的先知就会得胜。伊甲人民参详了后，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，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，称赞
圣洁尊贵的上主，讲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因一个唱歌欢呼的时，上主派埋伏的兵攻击遐个来攻打犹大的阿门、摩押甲以东人，这个对敌就受打败。阿门甲摩押人攻击以东人，将因全部剿灭。杀灭以东人了后，因两族搁互相残杀。犹大人到旷野的守望台，要看遐个大军队，坐看到先死倒甲满世界，无一个逃脱。约沙法甲伊的军兵来抄战利品，找到真侪精生财物、衣服、宝贝，坐甲带袂去。因抢3日，因为物件真侪。第4日，因聚集伫比拉加的山谷，因伫遐称赞上主，所以迄所在叫做比拉加山谷到今仔日。约沙法带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欢欢喜喜倒去耶路撒冷，因为上主互因赚赢对敌。因弹琴、弹瑟、分喇叭来到耶路撒冷，进入上主的圣殿。周围列国听见上主赚赢以色列的对敌，就真惊上帝。安尼，约沙法的国太平，因为伊的上帝赐伊四境平安。约沙法继位的时35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犹大王25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苏巴，是示利希的查某囝。约沙法行伊老爸阿撒的路，拢无偏离，做上主看做好的事。毋过山头大还未废除，人民嘛还未坚心决意归向因列祖的上帝。约沙法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哈拿尼的囝耶户的册。这本册嘛收伫以色列列王史。后来，犹大王约沙法甲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亚哈谢结盟，两个王做伙伫以顺加别坐船要去他施。迄时，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囝以利以谢讲有言攻击约沙法，因为你甲亚哈谢结盟，上主要破坏你造的船。船果然失事，袂当去他施。约沙法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约兰煞接伊做王。约兰有几若个小弟，就是约沙法的囝阿撒利亚、亚歇、撒加利亚、阿撒列夫、米迦勒、示法提雅，因拢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囝。因的老爸用真侪金银宝贝，甲犹大地坚固的城做礼物送因。毋过将国位交予约兰，因为伊是大囝。承认不足，铸就动工。约沙法王面对邻近敌军攻击的时，心中充满恐惧，因为安尼，伊决心寻求上主的恩赐，搁下令全国禁食。人民对犹大国各地来到耶路撒冷，约沙法徛伫人民面前，向上帝祈祷。伫祈祷中，约沙法承认面对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，伊毋知要安怎做，只有仰望上帝。若是用现代人对成功领导者的标准来看，约沙法的做法应该袂真做互合适的模样，因为伊竟然毋是先调集官员，拟定策略，准备战争所需要
战备物资、粮食等作战计划，反倒等是直接承认家己的软弱。其实，人伫认捌上帝、甲认捌家己的过程中，承认家己的软弱、恐惧、甲无能为力，是极需要勇气的。这咱看到真侪人伫成长过程中，因为受错误教导，也是错误对待，直到毋肯轻易伫别人的面前表现出家己的软弱、受伤、失败的一面。因为惊讲，若是显露家己的软弱、弱点，别人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家己。一旦有安尼的感受，心中就有声音对家己讲：我就是无够好，别人袂爱我即种失败的人。承认软弱，若像是咧显出家己是一个无能力的人。因为安尼，多数人总是甲坚强、成功、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，隐藏家己内在的软弱，久久落来就忽略内在真实的感受，毋敢表达内心真正的想法，压抑到伫最后，甚至变甲麻木不仁。对约沙法的经历，咱看到伊是一位真正认捌上帝，也认捌家己的王。约沙法敢伫众人的面前承认家己的软弱，通看出伊其实知影家己在做甚物。伊并无担心众人看伊的眼神甲看法，反倒当是独独仰望上帝，寻求上帝的帮助。约沙法对上帝有信心，伊清楚家己所相信的上帝一定会带领伊的国家和人民脱离险境。因为安尼，伊诚实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无能为力，甲骹手皮皮喘，甲性命主权交互上帝，无搁再是靠家己，是全然交托互疼伊的上帝。伫即场战役中，上帝甲因同在，击溃所有的对敌。约沙法伫生命中真实经历拄到上帝，伊为咱采一个模样。当伊来到上帝面前，承认家己的软弱无助的时，无代表伊是无能力的人，袂因为安尼就互众人看轻，反倒当伊诚实面对困难的时，上帝就互伊经历到伫人袂、伫上帝凡事拢会的神热奇事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将软弱、受伤、无助交托互上帝无？当咱愿意伫上帝面前诚实面对家己的软弱，承认家己需要上帝，上帝会接纳佮医治咱受伤的心，互咱亲像约沙法共款，真实经历伊的大能彰显伫咱的身上。默想，当我拄到人生的困难和挑战的时，拢安怎面对？当我拄到人生的困难和挑战的时，拢安怎面对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需要更较深经历你，求你互我勇敢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的软弱甲无能为力，求你医治我受伤的心，帮助我诚侪身心灵拢健康的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咱甲歹的故事，约兰的一生，圣经作者的盖棺论定是：伊离开世间，无人为着伊
悲哀。当一个人离开世间，却无人为着伊感觉伤心哀悼，即种凄凉的场面袂禁地，互人的心感觉实在凄凉。约兰伊生前到底做甚物歹代志，死后竟然是安尼凄凉。纵观约兰的一生，假使咱为伊举办一场告别式，伊的个人历历大概会安尼写：约兰出世伫犹大王室，伊老爸是约沙法王，伊有6个兄弟，因为伊是大囝，所以约沙法设立伊做继承人。但是约兰王位巩固了后，就甲所有的小弟拢杀死。伊32岁的时正式做王，却无效法伊老爸敬畏上帝，带领人民归向上帝好模样，反倒转学习以色列的歹王，行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代志，要带人民做伙违背上帝的律例。约兰带亚哈的查某囝亚他尼雅做上主看做邪恶的事，互大卫王朝差一丝仔灭绝。该在上帝纪念和大卫立的约，犹大才无灭亡。伫军事上，约兰在位的期间，伊拢陪伴犹大，林拿城也陪伴。后来，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犹大，抢掠王宫，甲王的妃嫔和王子拢掠去，只有剩上细汉的王子亚哈谢。伫圣经上，约兰建筑山峦仔顶的神庙，祈求人民得罪上主。后来，伊得到严重的肠仔病，持续2年，病况日渐严重，最后伫痛苦中死去，享年40岁。死后，互人重点大卫城，毋过毋是王室的坟墓。我所参加的告别式中，也毋捌看过遮尔真实、毫无掩饰的个人历历。就算个人生前有真侪缺点和恶行，至少也会写一寡好的一面。但是圣经中的约兰却找袂到一丝丝仔的优点，就算虚假的高讲上帝，也拢写袂出来。检采这拄好是互人感觉悲哀艰苦。伫约兰的身上，咱其实通看到人性上真实的软弱甲罪行。当约兰为着权力欲望，彻底背逆上帝，行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事，结果只有灭亡一途。咱需要戒慎恐惧，千万毋通掠做家己绝对袂亲像约兰遮尔歹，因为咱拢活踮罪的中间，小可无小心就会陷入罪的罗网。尤其当人有权有势的时，往往伫不知不觉就会跋入伫金钱、名声、色情的试探中间。咱千万毋通轻视罪的势力。对人性的角度来看，咱甲歹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隔。无人通夸口家己绝对袂陷入罪的中间，只有时时警醒，祈祷求上帝保守，才袂致使互家己落入黑暗关系的险境中。愿上帝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互咱心所想的、目睭所看的、手所做、骹所行的，拢会当合伫上帝心意，一生敬畏上帝，独独倚靠上帝，直到安然见主的面。
默想，人伫什么时阵上容易落入罪的试探？要安怎避免陷入试探呢？人伫什么时阵上容易落入罪的试探？要安怎避免陷入试探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时时警醒祈祷，无落入有隙试探中间，互我一生行伫真理的道路，专心专意倚靠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